嚟啦喂，開始啦！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道聽途書，我係阿姐。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致富心態呢本書，教我哋理財唔單止係數學，更加係心理學。好多有錢人都會犯愚蠢嘅錯誤，因為好多時佢哋嘅金錢決定都係會受心理嘅影響。如果你都想知道致富心態嘅重點，咁就記得聽到尾啦。呢本書嘅作者 Morgan Housel 分享咗好多短篇理財嘅故事，探討人哋思考金錢嘅方式。作者認為理財係冇標準嘅答案，每個人嘅背景、經歷同埋風險偏好都好唔同。例如，有啲人細個家境比較富裕，無憂無慮，佢哋長大咗之後就更加敢於冒險同埋創業。有啲人屋企試過經歷經濟嘅危機，咁相對嚟講就會可能比較保守，鍾意儲錢多過投資。重點係唔使同人比較，明白自己想要乜先係成功。我有個朋友，佢人工唔高，但係好識享受生活，過得開心。但相反，有啲高薪人士日日 OT，冇時間用錢，咁呢個係咪真係幸福？所以你點睇錢，就決定你點用錢。作者好強調複利嘅力量，財富唔係一夜暴富，而係靠時間滾雪球。巴菲特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，佢10歲嘅時候就開始對投資有興趣。11歲嘅時候買咗人生第一隻股票，到依家已經投資超過80年。而佢喺60歲嘅時候淨資產大約有10億嘅美元，但到佢90歲嘅時候，財富已經超過咗1000億嘅美元。呢個增長唔係代表因為佢後期賺得快，而係因為佢比其他人更加開始做投資，仲用咗一生去堅持簡單而有效嘅策略。巴菲特嘅故事教我哋，致富其實唔需要一啲好複雜嘅投資技巧，反而係早開始同埋耐心堅持，等時間同埋複利幫你做最大嘅工作。例如你25歲嘅時候開始每個月儲1000蚊，年回報率7%，到65歲嘅時候可以有近120萬。但如果你等到35歲先開始，咁就只會得返一半。所以唔使追高回報，早啲開始，堅持簡單策略先係最重要。記住，投資最困難嘅唔係揀股，而係保持耐性，唔好為咗短期一啲利益就放棄長期嘅目標。書裏邊亦提到，守財比賺錢更加困難，要識得分散風險，預留安全邊際，即係預留buffer。點樣去守財？就係留現金應付突發嘅情況，唔好借錢炒股，仲要識得分散風險，例如買一啲 ETF，儲下現金，甚至買保險，唔好將所有雞蛋放喺一個籃上邊。記住，財富唔係等於幸福，人嘅慾望係無止境，如果淨係同人哋比較，永遠都唔會滿足。例如有啲人年年換車、換錶、換電話，睇落好風光，但其實壓力好大。作者話，知足同感恩先係快樂嘅關鍵，就算唔係最有錢，都可以活得好開心。錢嘅真正價值係俾你自由同埋選擇權，財富唔係用嚟炫耀，而係等你有能力揀自己想要嘅生活。例如你可以揀自己鍾意做嘅嘢，唔使再為人工屈就自己。或者遇到一啲唔啱價值觀嘅公司，你都可以瀟灑辭職。真正嘅財富係你唔使再為錢去妥協你嘅自由。投資最大嘅敵人係自己嘅情緒。2020年疫情令經濟唔好，股市大跌，有好多人一驚就沽晒手上嘅股票，之後市場反彈少少又高追入市，結果輸多贏少。作者話，投資要冷靜，唔好俾新聞同埋朋友圈帶住走，要定好長期策略，短期波動可以唔理，咁先容易贏到錢。要學識拒絕誘惑，唔好為面子消費。身邊仲係有啲人鍾意晒新車晒新錶，但好多時佢呢啲行為都係為咗證明自己。書中提到，真正嘅有錢人反而係好低調，佢哋唔使靠名牌嚟證明自己嘅價值。有時回憶同埋經歷先係最值錢嘅。理財冇必勝法，有人鍾意買樓收租，有人鍾意炒股，又有啲人就係儲現金。最緊要係揾到適合自己嘅方法。書中有個例子，有個投資者一生只係買國債，但生活安穩，退休無憂；而另一個投資者又專門追一啲熱門嘅投資，反而賺唔到。所以唔使跟大隊，最緊要揾啱自己嘅步伐，揾一啲適合自己嘅投資。總結，致富心態話我哋知，錢只係工具而唔係目標。你想錢幫你做到啲咩？係多啲時間陪屋企人，做一啲自己鍾意嘅嘢，定係幫助別人？睇完致富心態之後，我了解到理財只係一個心態嘅遊戲，唔係追數字，而係同自己嘅慾望同埋情緒嘅一場博弈。
時間係財富嘅最佳朋友，早啲開始，堅持簡單嘅策略先係最重要。到咗評分環節嘅時間啦，呢本書用故事講理財，清晰易明，易讀程度我會俾4.5粒星，而且實用性強，特別幫到理財嘅新手，所以實用程度我會俾4粒星。綜合圖書度我會俾4粒星。阿姐4星誠意推介致富心態，適合每一位想學理財嘅朋友，重新審視自己對金錢嘅態度。今次分享到呢度啦，留言分享你嘅睇法，加入道聽途說說書會，一齊睇更多好書分享。依家除咗 YouTube 頻道可以睇到影片分享外，大家仲可以喺 YouTube Music、Spotify 同埋 Apple 上邊聽到道聽途說嘅 Podcast。如果你鍾意我分享，記得 subscribe、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撳埋鐘仔啊！Stay tuned，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